各位飲食業嘅朋友，綜合食物店牌照係專俾啲主要做簡單即食、外賣為主，又唔牽涉複雜烹調嘅店鋪用。最方便就係搞掂一個牌照，已經當你同時拎齊多款個別准許，唔使逐樣食物逐張牌去追。以實際操作嚟講，如果鋪頭係做咖啡、茶、沙律、三文治、窩夫、壽司、生蠔、軟雪糕、汽水呢啲，喺鋪內配製再賣出去，基本上都可以用綜合食物店牌照覆蓋。如果你仲有賣燒味滷味、切開水果、涼粉、涼茶、非樽裝飲品、冰凍甜品、奶類飲品，甚至用售賣機出貨，呢個牌照都包括晒喺入面。對而家好多走外賣加外送模式嘅小店同集團細鋪都幾啱用。程序上，綜合食物店牌照唔係取代晒其他牌照，而係俾多一個選擇你去砌鋪頭組合。你可以按生意模式揀用綜合牌，或者照用傳統嗰啲牌照配搭。而家採用第三者核證制度，由認可人士或者註冊結構工程師出符合規定證明書，證明你個鋪喺衛生要求上已經達標，咁食環署就可以直接出正式牌照，唔一定等佢哋先做實地視察，變相幫我哋縮短咗開鋪時間。不過之後食環署都會抽查，如果發現證明書有出入，牌照都可以被取消。所以設計同施工階段一定要跟足要求做。至於成本方面，年費就係按樓面面積計，2026年頭由100平方米或以下大約4000幾蚊一年開始，再一路級上去，好似去到5000平方米以上就20幾萬一年。鋪面越大，固定成本壓力就越高。所以我而家幫人睇盤或者自己諗擴充，都會一齊計埋牌費、租金同人手，揀啱鋪型同牌照組合，確保翻台率同客單價真係夠 cover 到成套固定開支，唔係純粹覺得個位靚就簽落去。